说到这样，我这些学生从老大中学生都是从你自己那大家中好不要看，你有他学了的嘞，老不是你不理了，我怎么干了最，我这里老干去了，你看头3点我老要冒车嘛，你样子到学不是，我这里老么打说。因为你看业务要搞了，天天照顾要搞，在那种地当顾，要好嘛你拿图一图，因为都不要找嘛你山嘛你拿嘛，俺这里是卡或是，在或者是使用业务中你讲了嘛，你学的重点重机，重第一个毛病就毛病学的，然后自己不愿要听，感情老别了老些呢，嘛那呢，没去了也别了老些嘞，搞我的全部被全部的了，一毛的全部都被全部的了。我哋全部俾全部嘅，俾我哋全部俾開車又打俾鐵背。你要將嗰啲重點重視，重啲，或者是學啲中了的，中學的都重視自己，那反正就冇有開呀，佢人就到人的，我出咗車又到你選擇先生呀，我都唔覺得我做嘢，啲人又點樣適合嘛，可能知呢。但是佢而家做啲好嘅，我真係興啲啊，學佢全家全部幾多錢先。因为嘛，那今天嘛，或者是平常我搞别的工作就是什么呀，我只能当你录取了。